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呢個係物業入嚟嘅大門，旁邊就係廚房，有爐頭、雪櫃、抽油煙機。客廳嘅位置可以放個2人飯台，洗手間有洗衣機同燙衫板。企缸設計，方便淋用。客廳嘅位置一邊可以放電視櫃，另一邊放梳化啦。出邊就有個露台，都非常之闊，對住就係遠景同埋遠處嘅針山。睡房左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右手邊放咗雙人床，呢邊都係通返去客廳出邊嘅露台，亦都係望到遠景嘅。